Surrey 作為 BC 省嘅重點城市，集齊咗 UBC、SFU 同 KPU 三大頂尖學府。呢啲大學嘅擴展唔單止吸引咗大量學生同人才，仲令 Surrey 成為咗一個家庭安居同投資者佈局嘅理想熱點。UBC 喺 Surrey 設立醫學院，而家第一期已經落成並開始啟用，為醫學生提供咗先進嘅學習環境，並逐步擴展。預計到2029年全面啟用，每年可以培育超過40名醫學生。展望未來，相關人才嘅培訓將會超過百人。至於 SFU Surrey 校區，而家有大約8000名學生，未來計劃擴展到超過1萬人。另外 ，SFU 嘅醫學院計劃喺2026年啟用，會專注基層醫療同創新教育，預計吸引來自全球過百名學生，將會提升 Surrey 校區嘅地位，進一步推動區域發展。KPU 佢嘅總校舍今年已經正式啟用，學生人數由最初嘅2500人增到而家大約8000人。學校仲計劃進一步擴展，新增農業科技、食品創新同綠色建築技術等課程。預計到2030年，學生人數會再增長30%，成為培養技術型人才嘅重要基地。隨住呢3間大學不斷擴展，預計到2030年，Surrey 將會吸引超過28000名學生同人才，特別係醫療、科技同工程等高薪行業嘅需求。呢啲學生同人才仲會成為創新型企業嘅核心力量，進一步奠定 Surrey 作為教育樞紐嘅重要地位。如果大家想知更多加拿大樓市動向，歡迎隨時揾我哋了解更多。